长巨服系武长定公谋 ，T.G. 1217。立左皇后罪至大逆，死狱中。妻子当作者喜何苦？无若归故。训弘阳侯立救国。将军、卿、大夫、郡守作长免罢者数十人。芒遂代更为大司马。久之，还长母及子伏于长安。偷捕有罪，芒复杀之，徙其家属归故郡。是常以外戚亲近，其爱信不及富平侯张放。放常与上卧，起俱未为行出入。董贤自盛卿，云阳人也。复公为御史，任咸为太子舍人。而弟立咸随太子官魏郎。2岁余，咸传漏在殿下，为人美丽。自喜哀帝望见，说其仪貌，视而问之，曰：“是舍人董贤邪？”因引上语拜为黄门郎，由是始信。问及其父为云中侯。即日征魏霸陵令，迁光禄大夫。咸宠爱日甚，为驸马都尉侍中。出则参城，入狱左右，巡阅间赏赐累巨万，威震朝廷。常与上卧起，常昼寝，天界上秀，上欲起，咸未决，不欲动气。秀而起，其恩爱之。咸以心柔和面和，善为美妇。因此，咸不可出朝中事，上前难批赵以贤妻的通矣。及殿中指贤奴若立妻子居官四舍，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。为赐皇后更名其舍为交封，以配交访。昭仪及贤与妻旦夕，上下并侍左右。赏赐昭仪及贤妻1个千万数，迁贤复为少府。自爵关内侯，时亦复喜为卫尉。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将弟，位职金吾。赵将作大将为贤起大地北阙下重殿洞门，不图之。穷极技巧，著楷意以题景。下至贤家同仆皆受上赐及武会。今帝上皇征召，其全部上帝经办有事而成所待妻。及至东原人气突回玉匣，自贤无故被拒。又令将作为贤其种营义陵旁，内卫便房，刚国题凑，外卫角道周原数里。门阙服司甚盛。上遇侯贤而未有人。会代赵孙宠、袭夫公等告东平王云后。夜辞四柱祖，下有司制，皆服其屋。上于是令公，宠未因显告。T.G. 1218。东平事者，乃以其功下诏封贤为高安侯，公夷陵侯，宠方阳侯。11个千户。亲之，故意封贤2000户。丞相王家内以东平事曰：甚恶公等，数见征，以贤为乱国制度，加进作严氏下狱死。上初即位，祖母傅太后、武丁太后皆在两家先贵。傅太后从弟喜先为大司马辅政，数见师太后至免官。上就丁敏，代为大司马，亦任职，颇害贤宠，